日前，华视新闻团队制保为上脑找出路的专题，深入来探讨到全台湾有43万名的长辈住伫个无电梯的老旧的公寓，参要上落楼拢真困难。这个上脑的难题引发着真侪观众的回响。想袂到，就伫个节目播出着1礼拜了后，记者当时去拍摄的台北市南机场的国体竟然火烧厝。咱其中一个受访者因为年岁大，行动无方便，不幸消失伫个火窟。这是一场未负组织的悲剧。除了进前咱报道的上脑危机之外，老旧的公寓公安的问题，还有独居的长辈照顾的难题，嘛一一浮现出来。是毋是会当防止类似的悲剧搁再发生？老旧的公寓还有啥物微博单？中回火灾的现场，来看咱的深度报道。烟火，那个4楼跟5楼的很大，很紧张。闻到味道，在里面睡觉要起床，他们一打开，哦，都是烟了。逃的逃啊，惊的惊啊。老火也较慢啦，动作较慢。这是我看过最凶险的火灾，只要烧掉1个洗衣机，整条路都不能走。目前的情况如果不改善，就是死局，再烧就是再死。12月7日透早10点，消防车响亮的警报声打破早起的宁静。大量的乌烟甲大火为4楼的窗仔门冲出来，有住户紧急走到楼尾顶等待分推车的救援。20分钟了后，火势就互拍花。消防队出动80个人，22台消防车总共疏散40个人，救出12个人。是讲，也是有一个69岁负责人头壳起火大火烧着伤，紧急送病院。另外一个90岁士大11日着伤，送送病院。消防队员伫4楼倒火房间发现一个67岁男性的尸体。2023年11月，华视新闻杂志采访小组在深入网甲南机场2期国体，探讨旧厝上脑、消防、公安的问题。发现这些住户大部分拢是60岁以上的士大，出门行动拢无方便。爷爷，请问你是住几楼？我住4楼啊。4楼哦，每天你都要这样子走4楼吗？对啊。你遐逐工爬足辛苦个呢，这个算中风啊，你嘛是无法度伊啊。就这样爬就好了，不用休息啊。采访小组当时访问到住伫4楼的梅大哥，一场车祸互伊无法度徛，需要坐轮椅。因为无电梯，伊为4楼行到1楼，每一抓拢得爱半点钟。这班的大火都发生伫梅大哥因兜。砰砰的声音啊，那个电线的声音啊，哔哔哔哔，对啊，很紧张，当然很紧张。那头壳拢黑的，那出来烟都跑进去啊。大火拖甲真紧，行动不便的梅大哥可能是未负逃生，不幸互大火烧死。采访团队听着这个歹消息，真着惊，嘛真唔甘。那个先生是因为他没有办法逃离。他的房子可以住3个人，那间房子租了3个人啊，3个套房就对了。穿到这里面全部都乌烟瘴气的，整个都是黑蒙蒙的，可以说那个烟飘到我这边来。火灾了后的第3天，华视新闻杂志带你去登个现场。因为我都住了很多年了啊，我69年就来这里住了。很危险。对啊，你们会不会担心？小心哦，小心哦！我这边很多东西会撞到。小桥大姐伫南机场国体已经大将近半世纪，带阮来到倒火所在。味道很重哎，味道很重哎。你看，他们都在整理封锁线那边。越靠近火灾现场，臭火大味也愈来愈明显。
白色的壁和天棚嘛渐渐翻乌。这一家是起火点嘛，上面楼上那个也是都很严重啊。你看他们的衣服都黑掉啊，整个都黑的啊。你看他们这个就是他们的衣服。火势怪烟，看大门的壁都就知。天门顶黄色的红色线是大火了后的禁区，现场是乌索索。那天根本就看不到了，烟呐，逃的逃啊，惊的惊啊。他这边往上面冲嘛，隔壁的也整个黑的，它里面的东西都黑的，这几家都很严重。魏大哥无法度逃生，撇袂过火劫。当日烧的乌烟拖了真紧，5楼的住户处境同款真惨。眼镜就雾掉，我以为是水汽，结果要擦又擦不掉，才看到是烟，才跑出来客厅。客厅的时候才看到烟飘进去，我赶快把窗户关起来，然后赶快去穿衣服。门一打开，整个已经都是浓烟了，看不到路了。我们就有这个逃生梯所以我这个一挂，我就可以往楼上走。没有，那里有个门啊。林先生家己伫遮待将近10天。回烧的当时，伊完全无发觉，好佳在厝内有逃生梯，伊爬到楼尾顶逃过一劫。我就赶快衣服穿一穿，证件一拿，我就跑到从楼上走了。虽然幸运逃生，也不过这场火灾莫予伊的经济压力愈来愈重。那个窗户也烧破了，玻璃都还有裂痕，冷气机2部都烧坏掉了，这个都是烟熏的啊。衣服都是味道啊，只要摸过都是黑的啦。我是独居老人，有钱就买，没钱就没办法了。导火原因也搁咧调查，其中一个上病院90岁时代传出不幸的消息。毒机散车高龄的案例，在南机场国体超过7成，嘛是全台湾各地老公寓拢会当看到的身影。尤其是这摆火灾，不是第一例。外面先做压制，不要让它再往上延烧，快点。 2017年4月头14点，这嘛曾经发生着大火，大火扩大到2楼到5楼，最后造成8住户直接受伤。因为危险严重，住户嘛拢是年岁较大、甲行动无方便的人。火灾的公安意外，被疏失直接炸过。我记得是106年、跟108年，还有114年。 这边都分别都曾经发生过火灾，因为老人家煮东西，结果呢烧起来了，这个一次燃烧了整个5层都全部烧光。当初它的建筑物里面本来的设计里面是通通都有出风口，结果这些通风口通通被堵掉，就变成它有那种烟囱效应，烟就一直在那个内圈里面一直绕，然后它的燃烧的速度就会非常快，在这个位置烧，对不对？ 旁边这一边的那个走道的那个本来白色的墙壁，全部都变黑。连基本的照明都有问题，就是我不开灯我是走不下去的。天！华视新闻采访团队请来消防助力超过10档，现任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副理事为邓孝书进行现场的勘查。 第一摆看到南机场国体机组的状况，伊真着惊。很显然是没有在维护，它没有喷嘴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喷水，没有办法灭火。然后它水在收的方式啊，也是那种一拉出来马上会打结的方式，所以这是完全没办法用的东西。愈为楼顶爬，就愈感觉心惊胆吓。专家讲，这个机组环境真危险。我没有遇过这么可怕的。 先天条件最差的，我看过很多很凶险的工厂，这么凶险的民宅，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玻璃窗啊，它在温差大的时候是会被烧破的，它完全不耐热，它不是那种防火玻璃窗，躲哪里都没办法躲。要逃吗？你也要增强体健才能逃。这每一户对走廊这一侧都有通风口，站在通风的角度是我可以把家里的废气抽出去，但是这些东西在火灾的时候都会导致浓烟跑进去，这样的设计是很危险的。 每一层楼的住户拢将洗衫机和加速桶放伫走廊，互唯一逃生的动线充满障碍。
步步危机。洗衣机啊、木板啊，都是易燃物品。洗衣机其实蛮常烧的，只要烧掉一个洗衣机，这整条路都不能走了。就是有一些洗衣机里面那个桶子是塑胶嘛，它那个发烟量很大。这边一旦发生火灾，浓烟会长驱直入每一个人的家里。一般没有戴面罩的人来说，就能见度就是零，大概1-2分钟内，这边就会完全没办法走了。我在这个环境，我也没办法逃脱，我没有装备是不能逃的，因为这边的房子的设计是完全没有办法阻止烟流，连烟都挡不了，更别提是火了。根据10多年来累积的救灾经验，伊肯定讲，这消防意外会继续发生，亲像在搏命。绝对可预期，是时间问题而已，一定会再死人，是谁倒霉而已。以目前的情况，如果不改善，就是死局；再烧就是再死人而已。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你是没有机会逃生的，你只能躲在房子里面等消防队来救。严格秘伫厝内，敢真正的安全？因为这每一户拢有违建，等到对大火炭烧是真有利。没有阳台外推的房子啊，楼下烧，楼上是不会烧的。因为窗户跟窗户之间有充足的间隔，那你阳台外推以后，当楼下的阳台烧了，它火舌会直接往上窜，楼上的阳台外推的物品也会点起来，然后也会开始往内烧。正常公寓烧一栋，烧了一间就一间而已，但是这边烧了就是很容易烧到别户去。最需要立即改善的部分就是走廊到梯间这边一定要用防火石膏板或是类似的东西把它封闭起来，这个洞挡起来，这边做防火门，烟就不会往那边散。政府一定会跟你说法律没有规定要做，对，我知道法律没有规定要做，但是这个东西对住户没有帮助，这个很显然是有的。1996年实施的《建筑物公用安全签证和申备办法》，敢若要求集合主体类16楼以上的大楼，每2年爱公安申报。一直到2001年城中城大火，烧死48个人，营建署才改做全国8楼以上无到16楼的大楼，每3年爱申报。无照规定，会当罚6万到30万。2025年开始，6楼或者是7楼的建筑，每4年嘛爱申报。啊那5楼以下是完全无列入规范，叫做地面的铺设地带。台湾30年以上的居厝，全台湾超过480万户，而且大部分拢是5层楼的建筑。内政部111年统计，1楼到3楼的建筑总共有405万户，4楼到5楼的建筑有201万户，占全国的建筑66%外。总共有606万户拢总无被列入消防法，嘛无公安申报规定。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消防法规说它不溯及既往，但是你的这个消防危害是现在进行式。现在解释是它是很久以前盖的，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些消防法规。既然这个逻辑是不溯及过去盖的房子，那我就不管了。无法律的规定，更来当外考管委会。严格维护或者是换消防设备，拢是一大条开销。火灾的那排烟系统，以这么大的量体来讲，那个没有100万，甚至200-300万都是弄不出来的，就没钱改善啊。你就算我们可以依法，我们可以来做检查，好，我们现在马上修法，把这些老旧建筑全部安检一番，然后开了一张单，你要500万改善，这没有人缴得出这个钱。第一，法律不能管；第二，管了以后又就没办法改，就没有钱改。消防局能做的就是给你一户一颗助警器嘛。台北市消防局发放415粒自体用的火灾警报器，予南机场2级国体的住户使用。它没叫，它只有闪红灯。我后来出来看的时候，它闪灯嘛，那个烟已经都飘进。所以当时它没有响，它有亮。它应该要有响，然后也要会闪灯。消防局特登拢会举办抢救演练，5年来进行过148班的加护方式和宣导。是讲对时代来讲，抢救拢无够实际。局长都有发灭火器，他们消防局规定。听说当天楼下有人拿灭火器，可是他不会用，所以火就越来越大。消防署统计，因为火灾过身60岁以上时代超过5成。对于独居的时代来讲，另外一项地面危机是伫厝内发生意外，无人知。万家区新河里的里长就特别组成志工团，打电话关心独居的时代。邱先生您好，我台北市万华社福中心一天会有3班志工独老问安的专线，没有接听到的话，他们也可以回拨这支电话，我们会这边都有记录150个，这个弱势独老的资料
好，给我们来做电话问安，针对独老的弱势关怀。如果是我自己里内的，过去做的就是关怀访视。好啊，你豆豆行哈。中者人口快速增加，除了你定位电话问安和关怀探视，即卖各县市的社会局嘛提供智慧通报系统的申请，面对无够人的问题。我里长吼，拄啊为遮家吼来甲你看看的，啊你甲我开一个门咧，家己一个大，吼，啊厝较清气，平阮兜较清气。 83岁独居阿嬷郑素英，今日为伫国外、为伫外县市拢无大做伙，所以郑阿嬷伫厝内装设智慧通报系统，互囡仔放心。洗澡在洗手间呢，可以手上啊、身上啊都可以带。哦。 啊，很难放钱的，嘿嘿嘿。好，那这样子有收到正常哦。好，有没有解除哦？好，解除可以。几点就会像刚才一样，他就会通报，看我有没有在。如果不我在的时候，我就按了就好，他就知道我有在家。现在因为改建了以后。 变成是大厦式的，那有电梯啊，有门禁，而且有管委会。除非真的是有个案需求的时候，我们会去做访视。长辈比方在浴室滑倒，或者是晚上突然身体不舒服，他可以呼救，我们就可以及时帮他叫救护车来帮他协助或者是送医。那目前的话大概是8100多人，目前每个月平均大概有3100多人是有使用紧急救援系统，安装率有达到36%。 年老是每一个人一定会拄到的人生阶段，伫个人化和少子化趋势，打造更加友善的居住环境和更加完善的社会照顾，政府袂当独撇责任。政府主动的回在警示，嘛警告台湾，故厝和老人的相定危机，袂当搁再激点点。